为着摆互疫情影响到学生的毕业典礼，南投民间国小特别举办毕业生的舞蹈快闪，互毕业生就算无毕业典礼，嘛会当留下美好的回忆。特别到6月毕业季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去年真侪学校拢无办毕业典礼，所以民间国小为了学生有一个难忘的回忆，办一个跳舞的快闪活动，用影片记录的方式，欢迎会当伫咧未来出来看。假如说改成线上的话，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表演活动没办法呈现，所以我们就打算利用今天的时间，做一个舞蹈表演的预录。一两囡仔本来袂晓跳舞，有老师安排学跳舞，互因家己变个真有自信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小朋友从原本的没有自信，到后来发现自己可以，而且跳得很好。伫咧学校每一个所在跳舞，互毕业生感觉真心实。虽然疫情哪来那严重，不过透过这个活动，就算无毕业典礼，毛学生留下好的回忆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